来看家己当朝伫咧初六暗时啊，要伫咧渔人码头放烟火，是啥真侪民众提早摕要翕相的卡机啊去占位，造成乱象，而且嘛发现讲这占位的卡机啊去互破坏，所以主办单位就讲已经有公告禁止摕物件占位，那违者会直接把这物件清掉。用两部烟线甲卡架放伫布旁边，迄阵白沙仔的顶边嘛有人采翕相用的卡架。家己阮当朝的渔人码头，因为初六暗时要来办活动放烟火，为着想要伫好的角度来翕相，都有人用卡架先来占位。遮迄个放烟火嘛，伊足水的啊，旧年造成风动，所以今年较无共，今年因遮的摄影摄影写遮的老师拢提早就来卡位。因为惊卡架互人提走，卡架顶面嘛出现各种物件来固定。家己县政府文管局指出，卡架放伫码头会影响到渔民作业的安全，有公告禁止用卡架顶的设备来占位，且民众家己收回去，会随时派人巡视移除遮的物件。一个月前，就拢卡位啊呢，昨拢遐去摕土架。是啦。这是最近这几工尔，迄边嘛有呢。哦，拢有哦。迄边可能伫内底。今年将释放长达12分钟、1.8万发的烟火，吸引非常多的游客关注。为了维持渔港渔民作业的权益，也在今年特别公布，希望游客不要用脚架来占位，让渔民有良好的作业环境。除了占位的卡架造成渔民的不便，嘛有传出因为占用道路，所以卡架互人破坏的代志。官府就呼吁用设备占位的人配合活动的公告甲规定，避免造成当地民众的困扰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